有人认识台南是从古迹、庙宇和小吃开始，但除了这些熟悉的城市印象，台南也有着长时间累积下来的文学脉络。从早期的汉文书写，到描写土地与生活的盐分地带文学，再到叶石涛笔下的府城，不同时代的书写一点一滴留下台南不同的模样。而今天，当阅读方式不断改变，这些一路累积而来的文字与文化，又如何透过不同的空间，继续留在台南人的生活里呢？台南大家应该都知道嘛，它是台湾最古老的城市，留下了比较多历朝历代的那种遗迹所以你就会发现它有好多曲折的巷弄。比如说我们用那个米兰昆德拉的话来讲的话呢，它其实就会说，其实读文学那它就是会让你感受到，就是要告诉你说，其实事情没有你看的表面那么简单。那文学总是会比一般我们表面上可以看到的，就会多一点心眼。那多一只眼睛，所以你在台南呢，会更容易去找到，比如说在巷弄里面，你去感受到说，这里有故事，这里有层次，对所以我很喜欢有一个词就是叫奏折，那奏折这个概念，其实它往往就是有点像你在看建筑的时候有一些建筑旁边会加一些的好像滚边一样，就跟衣服的滚边一样，那你就会觉得它多了一些层次或者是我们在讲那个皱纹，那我们鱼尾纹，那我们其实因为有时间的累积，那也许有人觉得那是老了，可是同样就是说，它有了鱼尾纹，其实我们人生真的会多了一些智慧，对，所以我觉得文学是在这个部分，它跟台南的某些性格上是接近的。我的家乡是一个非常小的地方，叫下野。我们整个台南当然以前是台湾最早的首都，所以你想想看，这边人文荟萃出版还有在日据时代也好，应该说从明郑时期或外国人来这边，荷兰人等等的西班牙人这边，他最早的这个开发，他最早的对外的商贸，都是从府城这边。所有我们前辈打下来的江山，我们的资源人脉，可以不断的透过社造或者是书店的讲座也好，把台南人的这种人文的养分吧，不断的传输给下一代。一座城市的人文底蕴是一代又一代慢慢累积而来的。有人用文字记录生活，也有人在多年以后从一页页书本中重新读见过去。而在台南，想寻找那些已经离我们有些距离的故事，旧书店或许就是其中的一个入口。我们书店是很性格，刚开始在候车站斜对面做旧书店，可是我们也进前卫的书呢，因为我们有点是爱台湾爱土地所以前卫是新书嘛。可是到最后都觉得说，因为你新书成本比较高客人也觉得也比较多钱，那旧书来讲，一般旧书就门槛比较低，价钱比较少。可是现在做到现在26年来我发现旧书反而很多钱呢。为什么？越来越绝版了。那有一次卖了一个张爱玲的老书，价钱很高，以后就觉得旧书为什么这种行情这么高？然后当然旧书就有早期的像日本的教科书，台湾早期教科书，它也是很难取得的。那这样子就觉得说，我必须要跟别的旧书店区隔然后我自己也有老灵魂，也蛮喜欢，所以我就会去留存下来。有些人觉得不重要或干嘛，就变资源回收，变纸浆去了。也正因为如此，旧书店留下的往往不只是一本本不再出版的书，在时间往前走的同时，它也替那些差点被丢弃、被淡忘的文字留下一个可以再次被看见的地方。老书不只刻画岁月的痕迹，更有着不同层面的意义。你看，我现在假设说日本的老书，或是台湾教科书，或是很多历史年代，
第一就是自己很喜欢这些书，让你觉得说有怀旧的心，甚至是以前我有读过，可是我已经不见了。然后在这个书店里，或是我手上有看到这些书，就兴起说我一定要留下来。那留下来的时候，才可以介绍别人，因为有些年纪轻的人，他根本不知道前辈们他们写过什么东西。然后在我的书店，然后有时候买了一个简单的书，我就我有他那个早期的书，大家就可以顺便去看阅读。所以你说我们书为什么有10几万本啊？各个书都要有。譬如说我有甘蔗的书，糖，可是距离这个时代很远了，可是它很迷人啊，一般找不到这个啊，对不对？那我发现有些年纪长的人，他会来找类似这一类的书，可能他那个时代事过境迁，可是他就一直看不到那些资料，他就只有在旧书店寻宝，去寻他心中缺的那一块。譬如说我这种早期的教科书，这个民国40几年，那应该是小学生7岁读嘛，那应该是民国35年以前的人读的。有一个人来看到我这个，他就说我明天带我妈妈来，然后他妈妈就站在这个书柜前面流眼泪，招空信。那个时代民国30、40年的时候就有空袭警报，然后没有读，都来不及读啊，只看到课本啊。他带他妈妈来，送他妈妈一本书当生日礼物。那你看那个时代背景，可是有些东西图书馆不一定有了，有的旧书店不一定有。而这也正是旧书迷人的地方。同一本书，可能经过不同人的手，带着不同年代留下的痕迹，最后又在书架上等待下一次相遇。有时候翻开一本旧书，看见的还不只是原本印在书里的文字。旧书就是他买了，甚至里面有眉批，有写东西，然后可能搬家，可能他阅读完就分享，然后就一直这样转，就到了旧书店。那这有些人喜欢去买里面有人写东西的，就看到别人的心得。那这个讲起来就是有点书的传承。那有时候一本书里面有一句话就受益无穷。从一个人的阅读痕迹，再把目光拉远，旧书留下的也可能是一个地方曾经走过的历史。有些早期出版的书刊资料，今天未必还能轻易找到，却可能成为重新认识一座城市的重要线索。而在台南，这些散落在书页里的线索，也一点一滴拼回城市过去的模样。我有电台做节目，我想要讲，我要那些资料，然后我说书讲都要讲别人没有的这个就迷人又有趣啊，这个就是类似口述历史，就历史一定要留存啊。我们台南有非常多的出版社，全国之冠有差不多40-50间。因为我现在在写台南出版史，你看这个经过它，你看民国40几年经纬书局，你看然后这个还有很有名的人题示，你看它这样子的文字，这个老的老的，然后还有就是这个日本时代的教科书，你看100年的昭和的到现在的图书馆也不一定有。最近他们和乐广场说要做那个中国城啊，他为了要找中国城的东西啊，然后透过一个文化人来问结果你知道他可以找到3本中国城呢。然后对他们来讲，因为他们年轻人要去做那个光影，在和乐广场里面，他们没有那个资料，网络也不一定有。这些如果我没有，人家问我也不知道，我用讲半天，那网络他也找不到资料，就没有了，历史就消失了。有些地方的故事，因为书被留下来，才没有跟着消失。但对成长在网络时代的孩子来说，那些没有亲身经历过的年代，又该怎么认识？除了荧幕上的快速资讯，一本真正拿在手上的老书，或许也能让他们从纸张
装订和文字里慢慢靠近过去的生活。来，等一下老师会一个在那里你们可以随意坐哈。书有什么用？有学问，对不对？上课要用，有知识，有休闲有收藏有快乐有好玩。来，日本时代的休闲书，它这个书就是趣味讲座日本博文馆民国17年，它昭和3年，17年，快100年了哦。这个书原先是民国24，到他的时候，因为小朋友通常他们没有涉猎那么广，那对他们来讲，线装书是什么不知道，或是日本时代的书也不再了解，所以我就把各个年代这样子，按照比较久的一直这样子排列，然后就讲以前的人是竹板科、木头科，然后怎么样去展现。要不要来走走看看？来，跟你们导览哦。好。潘老师在经营这个书摊的过程当中，我们会看到他一直收集这些书，甚至还有我以前40年前看到的书。那因为我们在那一本书曾经有过收获跟感动，我就会很兴奋，希望小朋友也可以看。然后有的时候也需要有一个不是网络的那种影像的画面的时候，他们也可以在这里寻找他们要的那个安静，也可以找到他们自己想找的东西。对孩子来说，那些泛黄的书页让从未经历过的年代有了可以触摸的模样，而旧书店有趣的地方或许也就在这份未知。走进一排排书架，原本只是想找一本书，却常常在不经意间遇见另一个意外的发现。旧书店有一个特色是它的分区没有那么明显，所以也许我这次只想找比如说艺术类的，可是我会在艺术类当中找到另外一些文学类，所以我刚刚也是实际的经历。我本来想找一些画画类的书，可是我却找到另外一本我曾经看到的侯文勇的某某某。来二手旧书摊不用抱着目的说我想找什么书，而是把自己放空，然后就来到这里。那来到这里呢，书是会自己告诉我可以看什么的。我小时候的愿望就是要当作家作家就跟书相关嘛，但是我不知道旧书店是什么，因为以往我都是买新书嘛。那进入旧书店才知道说，哇，旧书店更有学问，更浩瀚呢，因为它可以牵连到早期的书，非常早期。那你现在在市面上新书店是没有办法买到早期的。那我自己又用我自己的方法，用艺术家的手，如果把这个书，旧书会脏嘛，如果把它变成很干净这个书如果破掉或是说瑕疵没有封面，我就自己做封面，尽量把书很干净来交到书友的手中。一本本老书就这样在整理、修补与流转之间，继续走向下一个读它的人，而这也是文学被留下来的一种方式。只是台南的文学风景从来不只存在府城，如果离开城市中心往北走，又会看到什么不同的样貌呢？有人说台南好像是台湾的京都，所以好像府城就变成细腻文化。可是台南的那种生猛、那种产业面向的多元，是原来的台南县，也就是西北这边。所以我会说，台南这几年台南学、府城学，甚至我们在细分什么新营学、下营学、麻豆学，或者从农业里面芒果啦、畜牧业啦、蔬果的什么等等的，让其他的人都觉得哇，府城之外更可看的可能是在那些小小的地方里面，这个生命力跟丰富的底蕴不是只有在府城里面而已。文学的底蕴不只存在城市中心，也藏在地方的生活经验以及人们如何理解自己的土地。位在西营的晒书店就试着让阅读成为交流的起点，让地方的故事与关心的议题有机会被更多人听见。
当决定要开书店的时候，就有想说，那这家书店可能不是只有卖书的书店啊。那有2个想法，第一个，它在商业上纯粹只有卖书，它是很辛苦的，这是一个部分。第二个，因为我们自己相关的工作啊或者背景想法上，对地方的公共议题的发展或地方文化发展是蛮关心的，所以我们想说，如果有一个书店或这样一个空间，也许可以来推广或者来推动一些这方面的事情啊。所以那时候就不是说只有卖书，然后就会开始有办了一些讲座啊活动啊，我们选书也会往这方向来做筛选，这样。他要还完的时候，他又会告诉你说再来贷款吧，然后你会觉得生活的现场根本不是长那样子的，它是更细腻的东西在那里面，所以就变得。我们都有固定的读书会聚会，1个月1次。那我是从高雄来，那其他的同学都是从嘉义啊、水上啊，还有后壁来。那我们只是折中学吸引这家书店。这家书店的人文气息，还有就是老板的经营，就是非常的温暖，然后各式各样的书都有。我们是非常认同他经营的理念，所以我们就是选在这边办我们的读书会。生活在地方上，一定都有自己的感觉。可是这样的感觉，如果我们都是局限在自己的个人的感受，或者顶多在家庭里面跟家里的人稍微讨论的话，这样子的感受跟这样的行动比较没有办法得到进一步的扩散，或者是理解大家的想法。所以我们是很需要在可能在自己居住的地方或者上班的地方有一个所谓的第三空间。那这个第三空间，我们在这里可以有机会接触到一些可能跟我们兴趣相同的或者意见不一样也没有关系的这样子交流的机会。那透过这样交流机会，可以让我们可能共同关心的议题，或者共同关心这个议题的民众，可以互相认识、交流，甚至集结。毕竟个人的感受、个人的情绪都会停留在只是个人嘛。那而且个人的行动力量毕竟都会比较单薄其实大家都需要一些支持、一些陪伴或者互相依赖等等。那如果说人跟人之间有志趣相投的话，可以更集合起来的话，也许大家可以有更好的想法，那行动上也会更有力量。当人们愿意坐下来谈话，原本只属于一个人的阅读和想法，也有了和别人分享、碰撞的机会。而当写作者也走进书店，书里的文字又多了一次和读者面对面交流的可能。廊街这个也是有500-600年的历史，然后这家比莎士比亚书店还要老50年。那当我们跟读者见面或谈到我的书的时候，第一我会非常惊喜，然后我写的是我的家乡，然后我有写台湾的风土产业，然后也有我的诗。我会比较希望说，如果诗是一个比较隔阂的，那你可以来看我的散文，或者是我其他的著作，有点小教学诗歌的著作或者产业的。毕竟他们可以发现说，原来诗人不是只有在写诗，他之所以会写这么多奇奇怪怪的诗，是因为他也用脚跟行动在观察台湾的变化。那也代表了我的文字所呈现出来的眼界跟行走的路线，提供他作为将来要走读或好奇走访的一个标的。我觉得这个也是很好的。画家因为他想带我去走2区跟3区。一般我们会把文学用文字嘛来看待，就是说一些写的很美的文字啊这样子。但是如果很广义的讲文这个字本身它就有一种被交织出来的，可能是一些符号。那也许像我们在看一座城市，那它所形成的一个整体的面貌，或者是说各种不同的人物那在这边活动，在这个空间里面活动，它最后就会交织出来一些文化。那生活里面，你其实像叶石涛所讲的，就是说它是一个适合你慢慢的
在这边悠游啊，在这边就好像我在讲说那谁行啊。所以呢，我们在看这个世界的时候啊，可能一般人当然就会看到这些我们肉眼可见的嘛。可是可能文学家呢会看到更细，也许他看到那个空气里面的灰尘。只有认识那一个象征而已，其实要从文字可以带着我们认识一个地方，但有些写在文字里的土地、产业与生活风景，只有真正走到现场，站在那块土地上，才会慢慢明白。于是，阅读从书页里一步一步走进真实的地方。我自己本身带的那个走读夏营已经有5、6次了。首先是我获得很多，因为我离乡背景了这么多年，也因为需要重新研究家乡，我就觉得，走读文化是一本更活生生的书。你可以知道，我在讲八田鱼的灌溉的时候，它就是影响我的人生哲学的一个景点。你现在看起来，灌溉渠道那个堤防这么矮，我3、4岁的时候，我站在那边看到的天际线，看到的那个地平线，蓝色的云层夹着绿色的稻田的时候，那个对一个3、4岁的小孩子就会想，为什么天这么大，人这么小？如果你没有来到了我们嘉南平原，到夏营，看到我家以前的竹田，或是我站过的那个地方，你永远不晓得我怎么去告诉你夏营是什么地方。所以走读，要除了是读书之外，你更要从书里面的文字走到真正的田，走到真正的夏营的道路的时候，你才知道读万卷书也要行万里路。从一本书、一场谈话到真正走进地方，阅读不只停在纸页上，也让我们看见台南文学更多元的样子。而回到府城市区，还有人换了一种做法，让书直接走进旅行与住宿的日常。在孔庙旁，5万本书和旅宿空间被放进了一栋老房里。我和较早的头家是好朋友啦，较早的头家姓蔡，我拢叫钟哥啦。算讲伊无意中嘛，去讲到讲当时啦，应该头10年前啊，迄时阵的高雄市长，参咱台南市长，2位啦，拢捌去日本，想要邀请迄个鸟屋书店啦，要来台南也是高雄进驻安尼啦。当然，伊对咱台湾的册这件代志，伊是非常的专业和执着啦，所以会感觉讲。这件代志敢是互咱台湾人家己来做会较适合啦。当然听安尼讲，我嘛是安尼想法。所以讲迄时阵嘛，透过一寡资讯啦，了解讲，其实鸟屋书店伫日本伊嘛有一间册刊大去做结合一个空间。所以说，阮就在讨论啦，我就讲无有一天啦，若有机会，就是你用你册专业，我用我大的专业。咱来做一间，互人感觉讲是一个地标性，嘛是有伊的品质和水准的一个住宿空间安尼啦。伫阮这个所在，就是用册和这个大去做结合的一个空间嘛，这是一个足明确的方向啦。当然，阮这有大概5万本册啦，迄时阵大概初估去计算。阮嘛无希望讲，这个册敢若像互人当作是一个装饰品，所以讲你像阮即马，咱现在坐这个空间遮，阮每一天的12点到8点，拢有开放，会当互人入来看册，所以阮嘛无希望讲册伊只是一个装饰品，册就是爱互真正的人会当去看这个物件，去学习到伊想要爱的物件，这确实有这个册的价值啦。当然。咱要哪搁进一步，就是讲，卖互感觉讲，即个物件册阵变成是一个附属的物件，伊毋是变成一个主角。事实即个所在本地册就是主角啦。当然来遮大的有真济，伊拢嘛是爱看册的人啦。有可能伊伫一个暗时的时间，伊无法度甲迄本册看完。嘛是有真侪人去，就想讲无伊敢是甲阮买安尼，但是其实阮到尾啊，阮也感觉讲，这本册敢若对伊真有帮助，阮是拢会用送的较济啦，阮是拢无，毋通透过安尼报出了后，怎啊大家拢
来遮大，我感觉讲这个环境就好诶，啊，搁有即个册让看。对对对，啊，希望讲。台南就是一个古都嘛，吼，伊就是上有历史文化一个所在啦。吼，啊，真侪即个物件文学啦，吼，啊，含咱的文化本地就是结合甲真深啦。啊，你像咱这个所在嘛，真得天独厚，吼，对面就是孔庙，吼，啊，你像咱这附近啦，吼，为日本时代建筑啦，到现代有名的建筑啦，吼，拢有，吼，所以讲你像台南，伊本身就是文学，吼啊，艺术。文化构成啦，吼非常浓厚啦，也非常扎实的一个城市啦。吼啊，你讲生活这个空间，事实讲的就是讲，阮这个所在的，我头拄仔讲的嘛，吼，咱当时嘛是有想着讲啊，厝边斗啊，吼有可能因有的是会想讲下晡时啊，想要来看一本册啊，是安那，吼，迄时阵有啊，阮这有的厝边啊，较早拢嘛有来遮，就是下晡怎进嚟遮，啊，就伫遐看册、吹冷气啊、啉咖啡安尼，嘿啊。哦，啊，这嘛是咱嘛是希望讲，这是一个友善的空间啦。哦，所以讲你像我感觉讲，咱会当伫这个所在有这款的形式，吼，啊，含这款的条件和标准，吼，伫这个所在徛起，吼，这就是我感觉讲，咱确实嘛是在做一件城市的外交啦，吼。啊，当然你像人客，伊当然伊有可能外地人，伊若来台南旅游的时阵，吼，其实有真侪伊嘛拢会把这当作是家己的厝啦。主要，阮的柜台，吼啊，阮的服务人员其实拢真友善，吼啊，拢变成是大家拢变好朋友，吼啊，好朋友伊就感觉讲，台南有一个家己朋友的所在，吼啊，伊来台南就来遮住，啊嘛是咧做一个就是讲，其实咱台南嘛是有这款，吼，毋是讲简单的空间啦，吼，阮遮其实有4成以上的外国人。啊，其实你拢会当去看外国人互阮的评价，吼，你像阮整个评价，其实坦白讲是很高啦。如果要以背包客的经营方式，有人因为旅行住进来，有人只是想在午后找个地方看书，来到这里的理由各不相同。但当书不再只是出现在书店，而是走进住宿、邻里和旅行。阅读也就多了一种留在生活里的方式。我想文学哈，它留下来的不是只有作品而已，而是呢，好像一块土地哈，那或者一座城市，那它所就是日积月累而下来的一个文化的记忆。比如说我们讲各种的书店也好，或者各种不同的空间，它虽然也会不断的流变转换，但是它就是用各种不同的方式。对，那我相信呢。它仍然就是会像文学一样，就是人们呢永远不会失去它，不可能没有它。它可能是一块土地上的一座城市里的，那它累积下来的这个文化的记忆，所以它不太可能会消失。它只是用不同的形式来做它的呈现。一本旧书留住不同年代的文字和记忆，一间地方书店让阅读有了交流和对话。而当书走进旅行与日常，阅读的空间也有了不同模样。从保存交流到生活，改变的是阅读的形式，没离开的是人和文字之间的关系。而在台南，文学从来不只留在过去，它也在不同世代的阅读与生活里，继续写下今天这座城市的模样。